由新時代電視主辦嘅歌唱比賽，成功挑選咗好多位才華洋溢嘅演藝新星。Gary 係2008年嘅新秀，熱愛唱歌，舞台上演出投入，歌聲悅耳。Clip 修讀音樂專科，獨特嘅聲線令人印象難忘。Hanson 努力不懈嘅精神，不斷喺舞台上突破自己嘅潛能。佢哋幾位都參加咗新時代電視嘅歌唱比賽，而晉身成為節目主持人。你想好似佢一樣，想擴闊你嘅接觸層面？快啲嚟時代坊3樓新時代電視報名參加打響10人名之星級擂台，唔好嘥咗你嘅好聲音。冠軍仲可以代表溫哥華參加2015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。由新秀舞台出發，成為節目主持，開拓內在潛能。打響10人仍現已接受報名，截止日期3月19號。